为台南火车站后站附近开业10多年，以炭烤功力和创意打响名号的店家，每到用餐时间总是络绎不绝。这回他们精选1斤半起跳、有厚度的活体鳗鱼，现杀处理之后，用独特酱汁炭火烘烤20-30分钟，过程相当费工，就是希望让客人一口就吃到新鲜又带炭香的美味。搭配每日限量的猪油拌饭和晶莹剔透的鲑鱼卵还不够，重头戏就是加上闪亮亮的食用黄金金箔，6至8人份，超豪华霸气，视觉上更是一大震撼。像黄金那么贵，然后可能一般民众买不起黄金，所以我们想说做一些金箔的料理，然后里面的元素除了黄金的纯金的金箔以外，还有那个鳗鱼，然后鳗鱼采用当天新鲜的活鳗鱼，整整2大只，1斤都有1斤半，所以2只加起来大概有3斤左右。炭烤业者不惜成本推出这一款超浮夸的金箔鳗鱼猪油拌饭，在金价每盎司已经超过$2700，再创天价时，确实成功制造话题。加上物超所值，纷纷吸引老饕来尝鲜。因为虽然买不起黄金，也可以来试试黄金的滋味。红牌啊，鳗鱼耶，还这么大一份，而且那个肉质超厚的，你看这么厚。对啊，然后还撒金箔，然后这个是什么鱼卵呢？整个就很豪华、很澎湃的料理啊。第一次知道有金箔鳗鱼饭，觉得很特别。现在黄金的价格非常的昂贵，那么有这样的金箔鳗鱼饭，吃起来是有非常奢华、跟雍容、跟富贵的感觉。这是我们府城台南非常特别的一个宴客的一个方式。对，不惜成本然后去做这一道，因为做这一道成本大概就要3000多块，所以我们几乎原价在卖。不过这个要事先预定才会有。除了巨无霸的享受，业者也推出单人份的纯金箔猪油拌饭，让消费者好好犒赏自己一下。当然，隐藏版美食就是不在菜单上，可得提前预定才能新鲜上桌。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。